来看台积电要求美国政府开放半导体供应商会当申请晶片法案的补助。美国的商务部总算宣布讲，今年的秋天开始要开放申请。国发会主委金明显是认为讲，这对台积电在美国形成供应链的自路会有帮助。美国商务部最近总算宣布讲，若要伫美国设厂的半导体化学工具，也是其他的尖端厂商，对今年秋天开始，拢会使来申请补助。美国这样的决定，我觉得方向上是对的。那这样可以形成，在亚利容纳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聚落。对台湾厂商来讲，对美国、对全世界来讲，也算是一个好事。国发会主委金明宪指出，美国晶片法案补助方案会有利咱台积电伫美国形成供应链自路。不过有一间配合台积电要去美国设化品的供应商表示，伫美国建厂的成本是台湾的5、6倍，而且起造的设计、法规甲审查拢真严格。若毋是真正要替台积电，根本就无可能会趁钱。虽然这补助对晶片制造商甲尖端供应商是好消息，不过若以台积电伫美国投资的厂房做例，敢若是美国因本地合作的尖端供应商就超过250间，海外供应商阁超过800间，会当摕到美国偌济补助，这就拢爱详细来枢纽。补助金额如果不大，但申请的对象也多的话，那金额不大，那是不是呢无法 cover 我所产生的费用跟成本？就专家分析，若想要得到美国的补助，阁要先过美国国会审议。但是美国商务部敢会阁甲你要求提出供应链也是客户的名单，或者是提出超假的利润分配，这拢得要考虑。厂商就唔通太过乐观。记者综合报道。